偶尔几朵白云点缀着凤林湛蓝天色，这样的好天气是这后山小城里的日常。阳光洒遍了整个大地，尽管是初夏季节，却已经有点入热。也许是幸运吧，我走过的田埂旁边是一大片的花生田，因此有了意外的惊喜。大哥，要去种嘛个？你要去种番头。哦，你也就会番头啦。好多哦，而且有淡淡的香气。对，有一点，对对。哎，好可爱哦，这样子。天时冻热咯，我像你了一些扁扁的番头头。扁扁的番头桶，我需要，快点。好，走，走。其实凤林的土质很特别，排水性强，适合种大西瓜，也适合种花生。这两样都成了消暑解方。扁扁给反头桶，让人光想就垂涎3尺。而在花生田边喝花生汤，也是旅行里特别的体验吧。哎呦，那扁扁嘅番头桶哦。哇，啊，沁心凉，扁扁跟板头桶，这个时间喝，天哪，真是救赎哎！这个板头好绵密哦。是啊，要熬煮很久。要煮很久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要慢慢的熬煮。它也没有加牛奶，它就有奶香，它就是要熬煮那个味道。嗯，很天然。对啊，而且扁扁的，喝起来好好喝。扁扁给反头桶消了暑气，但在这家凤林小店里，清醒的头脑却让人理解了生命的意义。一群安乐死前毛孩子在摄影师的镜头里留下最后的定格，我因为不舍模糊了眼眶。甜甜的花生吃进嘴里，也有些许咸咸的味道。而老板说，这是他离开台北回到故乡的动力，因为生命的初始应该是单纯而美好的，人生并非都是坦途，因此需要旅行。遇到的人悟透的理，像是在炙热里喝下一口扁扁给反头桶，清醒了再出发。